我的父亲啦，伊是去2、3天拢无倒转来，拢无倒来乡里，可能甲我放袂记一个，可能爱别人。所以伊就小姑娘入城，就是为着要找眼睛，他就请人。啊，咱今仔日开发会到底有啥代志？吹不凶，老师，透过老师呢，来甲咱处理咧。新穿着西装，海角啊，清新哦，我拄仔念国讲咧。新穿着西装，哦，老海角啊，啊青青，迄个讲是细腻的经理，在做细腻的、细腻的、细腻啊，我无是细腻的，啊是讲共款咯。咱老师做者比开发会，就是。是讲，这个是经理穿西装，老太太啊，啊，伊唔知伊为着啥代志啊，伊规厝内要去倒位，请做些点文书啦，要去倒位，开班啊，点对，老师哪都处理的呢？阮嘛是为着发挥要开咧，赶紧时间来到，车去。咱今日听迄个经验，迄个叫什么啦？超值，一个班经理主班超市，啊，都有啥物啦？还有工书啊，今日已经有几个去啊？咱两个一个。我嘛是为着要开发会咧，我就有时间来超市。今仔日个生理去比比，囝做医生，当校长。生意我要做啊，都是边啊，啊紧上天会互我利息，甲我转去我乡里，这是安尼讲。开着水交车离开城市，迄个讲是细个公司。等你师傅讲出飞起来啊，哦，不准的咧。师傅讲说开着水交车，离开因兜，要来到这个新湾乡，你敢知伊有啥代志？啊！离开家己要去倒位？叫我带家己哦。要去倒位？阮嘛是为着众生的代志，要去庄脚公道哩。我想咱去台北、去花莲、去台中、去高雄，啊，人开城市要来庄脚，啊，伊庄脚去城市。这个伊为着咱，为着众生的代志，要去讲道理，互兄弟姊妹听，希望老师甲我斗好评，无人拄久听到笑眯眯，有无？我厝边好出趣味的咧，我昨下要，我昨为着要来学这个道歌咧，请老师保庇咧，希望大家拢莫拄久，大家笑眯眯。有影无？规身躯金闪闪碎碎，迄个讲金牌珠子，闪闪细细，这都摕金牌珠子啊！唔知是为着啥代志啊？摕着巴士要去倒位？咱今日坐车嘛，坐游览车，后人坐车厢，拢马紧，为着啥代志？人讲嘛，阮嘛听讲是着贵。来去看卖啊，敢会有稀奇？顺续来去博外门相思啊，运途顺遂，当时生后生。到底是生后生还是后生？赶快哦，赶快！这种白话尔，用笑较趣味啊。今仔日人女对笑，天君对笑，足精彩哦。咱现在，咱就请咱的辅助的老师所带领。